起造。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，日本派兵侵犯台湾，清国派辛宝珍来备办防务，佮派代表甲日本参上，要求因退兵。为着加强防务，保守安定，保护府城，才申请起造炮台。建材是用热兰遮城的砖仔，甲生油色红砖仔。4颗位仔有外好高，内底灌海水，量基约有10尺宽，人外悬深，设东南向城门一座。1876年完工，若是台湾第一座生油色炮台。阁有5门英国制 Armstrong 精装式的大炮，重量18吨，威力是真大。炮台下面是用三合土起的，厝顶有2尺高，主要做防空壕甲仓库。英国已经派去打改做垭仔砍头。20世纪初期，大炮因为损害，煞变做歹重巨车，插桥也断去。城门改用砖仔封起来，原本的生造已经看袂出来。1975年，台南市政府纪念起造炮台100栋，才阁照原登起，变做演示前这款。